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实在讲，伫咧咱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内底，天公是催败世间种种的代志。毋则有真侪俗语话，原来甲天公拢有牵连。有一句咧教人讲吼，千万你都毋通忘恩背义。这句话原来对天公者来呢。俗语话讲，落水叫三界，离水化无代。这三界就是咱咧讲天官大地、地官大地、水官大地。人讲天公、地公、三界公啦。叫天公、叫地公、叫三界公，落水咧化球的时阵，化较大细声。谁知影讲代志一个解决，人甲你叫起来讲啊，无代啊，无代啊。这款人过若后都毋知羞。这俗语话咧教人的道理，就是讲你爱境界。你毋通讲吼，若当到代志，安尼烦恼甲袂食袂困，结果代志一个解决，谁甲你出手搭援助，你拢袂晓讲感恩呢？离水煞咧叫无代，啊，毋则讲世间每一款人，天公拢有咧准赞，目睭金拢有咧甲你瞧。人讲吼，天公有一本笑谱啦，这一句立起来话，天公笑谱顶句会使接下句，啥做天公笑谱？所以毋知讲吼，天公笑谱有够大本的大，就是叫做大册啦，万册，讲话音的啦，讲对你真正册叫做天公啊笑谱大册。毋过咱若莫甲当作立起来话来讲，人过去敢无一句俗语讲，千算万算毋值天一话。你去到台南府城看，天坛遐一块牌匾，干那画一画尔，这就是讲万项天公咧催牌。天公有一本笑谱，啊，实在讲，原来有一款人，天公笑谱内底伫咧记吼，安怎样，伊拢有在条好路会晓行，歹路会晓闪。即款人讲幸运的人啦，好运的人啦，人讲叫做天公仔囝啦。啊，实在认真想，咱嘛祈祷讲天通催牌，保佑咱宝岛会当平安。因为台湾真心疼土地的人实在多。行东往西，拢是为台湾肯付出、肯用心的人。咱嘛望讲，天公伯啊，共款会当疼讲咱宝岛，将咱当作天公仔囝。国政啊讲即落话，毋是占冠呢，是咧祈祷，是咧祈求，讲吼即款幸运，爱继续来疼台湾，互咱继续来做天公仔囝，天地催牌，保佑台湾平安。当然，即句天公仔囝，民间咧讲，有当阵啊。毋是懊恼的，是批评的。国政行咧谈遮是甲颠倒头讲，啊若无吼，人讲你即个天公仔囝，这是吼咧笑讲你当时吼行毋知路，家己会踢着石头倒下哦。毋过咱真正期待天会当继续保庇台湾，因为就像国政啊伫咧讲，台湾的好人是在行来行去，逐世界到底看，台湾真心疼土地的人满是。